在每次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我们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将你手边的手机转为静音，或者是转为震动。也期待每一个在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将你的心敞开，求主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神要对我们说话，神也要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一同领受神丰盛的恩典跟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渴望，渴望能够得着在我们灵命生命当中属灵的喂养。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的心不仅敞开，我们更愿意把我们的心摆在主你面前。求主你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神你与我们同在的生命。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仅敞开，我们也得着生命的智慧，有动力，有能力，甚至有渴慕神的心，将那份爱，将那份祝福能够带出去，帮助更多的人，让这社会充满许多的谎言，充满许多的征战跟挑战，让更多的人在软弱当中得以刚强。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神，愿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说：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心眼，求神赐福在我们当中。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我们再次大声的说，跟主说：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现在我们跟主说：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我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自身之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我们再次从头，我们对主说：开我的心眼，让我的心眼不仅能够看到生命的主，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靠主得以刚强。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
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生命，你的应许，我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有谁能控告我们？我们跟主说，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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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我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神啊，谁能像你？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谁能抵挡？谁能阻挡我们来亲近神？更有谁能像你一样爱我们？你的尊荣，你的荣美，在我们生命里面，不仅要让我们得以好好的顺服委身来侍奉神，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活出你荣美的形象。因为你造我们是照着神你的样式来造的。求神再次赐福在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愿主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神。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但是你只要用一颗奉献委身的心志来到神的面前，来祝福你自己，也来祝福教会。神要将他的祝福赏赐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聚集当中，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领受神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祝福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也就是一个好工人。那我们作为一个主的仆人、工人，好像好苦哦。但是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一起说好了啦，不然太远。我们一起说，神赐福我的生命，
神赐福我的生命，拣选我的生命，拣选我的生命，好让我学习跟随他。好让我学习跟随他。所以我要有好形象，所以我要有好形象，我也要有好的金钱观念。我也要有好的金钱观念。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主所喜悦的好工人形象第6讲，谈到基督徒钱财观啊，观我是不是用观念的观，我是用关卡的关。我相信基督徒最难面对的就是金钱啊，因为金钱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最直接，我们都在面对的功课，对不对？中南，对不对？我们一到教会，哇，我们一直开始生活当中会谈到，我都没钱，学生嘛，对不对？我们没钱就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可是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渴望跟期待。其实人的一生当中，与金钱、财富，它都是密不可分的。只要谈论到这个财富、金钱有关联啊，你就会发现，就会帮助我们如何带入生活当中。想到就是什么？享受物质的需要。甚至人也会因为你的财富增加，你会怎么样？你会感觉到安全感有保障哦。可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其实这些都是属世界的价值观。那这些东西基督徒会不会有？也会有。那当有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去面对？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都有那个周报吗？好，赶快去拿一下。好，牧师可以稍微等你好，每次我们聚会我们都要预备好这些周报的填空题，牧师期待带领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其实牧师每次跟大家分享最近我发现，只要牧师刚好要讲的那个主题那个周间真的牧师都在面对那个金钱都是跟会友好像不是说牧师跟弟兄姐妹有借钱的关系，不是。而是刚好都是卡到那一种好像礼尚往来的那一些关系啦。那一些关系里面都是跟钱财都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基督徒要好好去学习，在我们怎么样在金钱这方面能够得着最有效的智慧。那我觉得我们要得着智慧，不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面对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呢，基督徒只要卡到钱的问题你会发现大部分我们好像都很难，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大部分都凭着经验，所以我觉得经验有些时候还是会有错误的，所以牧师期待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去面对世上的一些事情，而是要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跟你前后左右的人说，你要靠主的话语得刚强，你要靠主的话语得刚强。所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节，在箴言第10章第22节，圣经的话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好，念到这里你会想到什么？你有没有耶稣基督上帝所赏赐的福气啊？有，对不对？你会不会因此而感觉到你是一个富足的人啊？会不会？有。可是呢，会不会有忧虑？会。问题来了。这句话就是在这里奇怪，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并不会加上忧虑。可是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得到的神的恩典，我们面对的生活，甚至在金钱上的财富，你都会发现，好像怎么样都会感觉到苦恼、烦恼。到底我这些钱要怎么用？到底我这些钱要怎么存？到底我这些钱要怎么样让它能够发挥最好的果效？所以我们要记得这句话很有意思：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而且是不加上忧虑的。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当他用一个东西，他花钱去买来多昂贵的东西，他去夸口说这个东西我花了多少钱，我告诉你，其实这种人他心里面最忧虑的，真的，因为他是透过物品来满足他的心。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最清楚的价值观：当我们领受到上帝的福分，得以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不管你是在金钱上够或不够，你都依然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你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没有忧虑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来看假如上帝的话这样说，那么
若你会为了世上的财富、金钱、环境感到忧虑，会不会？好像是呢。有些事真的是这样。我现在4个孩子哈，我就会考虑到孩子好像这个教会好像也是有给牧师有这个儿女教育津贴的。说真的，大教会跟小教会又不一样了嘞，对不对？哇，我没带没几生4个囡仔呢，对不对？4个孩子有没有？这个就会感到什么？哇，财富好像说斤斤计算呢，哇，我就发现忧虑好像开始了。如果你会因此而感到忧虑，那么我告诉你，你就还没有认识到什么是上帝赏赐的福分，不是吗？所以我重新在神的面前，当我看这一段圣经节的时候，我说主啊，怜悯我，帮助我。当我在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为了我自己的需要，在感到忧虑的时候，求你怜悯我，我要依然靠主得胜刚强，我就不在乎了，你知道吗？我就相信说神，我都相信，没关系，够用就好了，我可以度过难关就 OK 了。感谢主，这就是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宣告，我们的上帝是赏赐福气的神，你要认定他。我们的上帝是赏赐福气的神，我们要怎么样？认定他。很重要哦。你要认定他，你就发现，我不需要为了这些事情烦恼，因为我的生命是他的。我既然上帝赏赐了我4个孩子，难道上帝不会负责吗？我相信会啊。所以可能你会觉得说，哇，原来基督徒好像好像不知道那种风险，不知道困难不是，是因为我们有神，所以基督徒有了认定神的态度，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认定神了以后，不代表我们不用努力，不用赚钱，不是。神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了，对吗？阿们，你们同意吗？我们不是太过于客观也不是太过于乐观有人说基督徒好像都不知希望，不，可是我告诉各位不是。当我们说，我们有上帝赏赐的福分，我们不需要忧虑，不代表你不用努力圣经里面这样说，箴言23章4节说，不要劳碌求富，修仗着自己的聪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我现在时间没有好好去赚钱，每个礼拜还要去教会，还要奉献呢，我还把握住这个时间。你们基督徒，难怪你们会那么穷，有没有？也有这种人可是我要告诉你，基督徒跟前后左右，我们看一下，跟他讲，你是很富足的，你是有钱的，你是有钱的，因为你的钱是在生命里面是用钱买不到的。你的有钱是天上给你的智慧，这些东西你是得不到的，很多人是得不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要劳碌是为了去求钱财了。上帝要信他的人过得了金钱这个关卡，而且要认定他，知道他是真实的敬畏耶和华的心。所以圣经里面这么说，箴言15章第16节这样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啊。所以钟兰这句话，请你大声念出来，大声的肯定的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大声，烦乱不安，懂了吗？钱多不代表你不用不会就会安心了，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钱多你反而会烦乱不安。你知道有些有钱人他们出去是会怕的。你知道我曾经看过我家附近有一栋房子它的围墙多高你知道吗？大概是我们的教会的那个铁卷门的顶端这么高啊！它整个的围墙那个家徒四壁旁边那个围墙这么高，我们家都没有围墙。我们家很大，可是我们家没有围墙。我曾经跟我爸讲说，爸，为什么我们不加围墙，不怕坏人？我跟你讲，我爸说什么？你加了围墙啊，人家认为你那些里面是有钱人，有东西可以偷啊。我说，好像也对。而且他的心他不会烦乱，他不会担心啊。
所以我告诉你，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上帝要信他的人，要过得了金钱那一个关卡。所以不要让钱呐、让你因为没有钱而感到不安呐、好，后面没钱也不安呗。哦，有钱啊你哦，感谢主。牧师更期待有机会丰皿，你也可以得着一个不需要因为钱跟多或少来感到烦恼。你的心、你的生命能够因为过得了金钱这个关卡，这才是一个真实受祝福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意义、价值是不是凭着财富多少来论定？我再问你，看啊，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完全是靠财富的多少来论定吗？不是吧？不是，对不对？不然你现在不会进来。感谢主。好呀，OK， 小声的，这个时候牧师在讲道哦，你只要注意听，我觉得你会变成非常有钱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主教有一个人，大家一定非常熟，他叫谁？德蕾莎修女。1985年，她得诺贝尔和平奖。你知道吗？德蕾莎修女有没有很有钱？没有，她都接近贫穷人，而且呢，她一生当中都是穿着破衣服，脚穿那个非常便利的，生活费非常低，生活非常清苦。她为了就是要体验穷人的生活，所以她用上帝的爱去帮助别人。财富对这些人来说，我跟你讲，他们感觉没有什么意义啊。他不是说钱不重要哦，他是说钱在他生命里面，他是觉得不是最主要的意义。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假如财富多，人生才有意义，穷人的人生，我觉得就没有价值了啦，不是吗？所以如果我们一生当中，当然我觉得上帝如果给你有非常好的能力，让你很会赚钱，我告诉你，跟你旁边的左右的人说，你要得的更多，你要奉献的更多，你要奉献的更多，这样知道吗？你得的更多，因为你很有福气嘛，你得的更多，你要不要奉献更多？要，但是我也要问你，你想不想奉献更多？不想，那我告诉你，你也就不会得更多，这样懂不懂？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哦。很多人他会去看到有钱人，哇，他奉献好多哦，然后他也想要。对，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有很多有钱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钱在帮助成立很多基金会。即使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知道，因为他这些钱要怎么样去做运用。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基督徒做上帝喜悦的好工人、好儿女，能否度过金钱关啊？注意啊，过得去就可以做工啊，过不去嘞，就怎么样？就不能做工啦。好，所以假如你是一个，你今晚有在欠钱吗？有无？啊，你也给他开了的，没啦哈，也要欠钱。金钱观你要过得了，所以不要让自己随便的挥霍。做一天休息1个月的，好 ，OK， 没关系。会后待会，因为现在我们有在做直播，那你有什么问题待会会后牧师再跟你聊，好不好？好，所以呢，基督徒一定要记得，假如我们要做上帝所喜悦的儿女、好工人，要记得这个概念，你要过得了金钱这一关。如果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做工。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只要到奉献的时候就很苦恼哦。牧师曾经遇过啊，也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做样子而已呢，手伸进去呢，可是他没有拿钱进去的呢，为啥？他过不了那一关。我觉得跟你旁边左右的人说没钱没奉献没关系的，这样懂吗？不要为了说不好意思难看，我还要做个样子。我告诉你，上帝都该看啦，不需要啊。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问自己，你有没有过得了金钱那一关啊？
所以啊，我非常肯定我们在座的像中南中选哦，他们学生他们赚钱很少，因为他们在做教会的打扫工作，一次2个小时350块，对不对？好，可是牧师一开始就交代他们哦，你要做11奉献哦。所以我要问你哦，基督徒你有没有做好11奉献的功课？很难呢。我告诉各位，在座很多基督徒，包含信徒也是这样，过不了那一关啊。所以我告诉你，你过不了，你要做工也难啊。为什么？因为你做工你都没力啊。做工你不晓得，原来你所赏赐上帝给你的是那么多啊，相对的你奉献的心智就大打折扣了。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基督徒在金钱观基本的看法是什么？下一页金钱观的基本看法是什么？金钱财富是站在上帝的对面，你要记得哦。你不要把金钱跟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同等的地位哦。如果你自己若能够脱离金钱的势力的辖制，我告诉你，你自己就能够帮助人脱离金钱的势力。懂我意思吗？什么叫做脱离金钱的辖制？啊，你自己若能够脱离金钱的势力辖制，没错，基本态度要懂得靠自己，较巴结的哦对，较努力的对不？哦，要努力，你自己能够脱离，你自然就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你的朋友，你的朋友需要喝杯凉你买了走，我请你喝，那你就有办法帮助他，甚至还可以祝福他。我现在都去教会，你要不要跟我来？我告诉你，因为你帮助了他，他因为从你身上看见了，你是一个脱离金钱辖制的。如果你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那我告诉你就很难了。所以我们跟自己讲主啊，帮助我，让我能够学习脱离金钱的辖制，即使我再困难，我都要努力，求你给我力量。好，所以我们要记得，金钱跟财富跟上帝，你不能够拿来做同等的关系。圣经在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基督徒在金钱观到底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社会上说金钱万能啊，人可以靠钱，不用靠神啊，正常的对不对？这是社会在讲的。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讲？我知道这是实话，这是世上的实话。基督徒怎么看？圣经里面箴言23篇第5节说什么？你难道你要用定睛眼睛放在那个虚无的钱财上面吗？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别看这是抽象的我告诉你台湾小故我在《天下》杂志里面他不是基督徒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2脚啦，钱4脚啦，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为什么？什么叫做人2脚，钱是4支脚啦？他说他说的是说人钱他跑得比人还快，人追钱很难啊。你同不同意？花钱如果我告诉你说真的是真的啦，你再怎么赚我告诉你现在就贬值，有没有通膨？你再怎么赚，你这么的努力，新闻你哪在看新闻你就知啊。你再怎么努力，你的基本薪资就是这样。你会发现钱一直在走在流失可是你不知道每个人都24小时，可是你会发现现实的情况真的是这样。人只有2只脚，你再怎么努力，钱都跑得都比你还快。那怎么办？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比钱还要快？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人要有能力。什么能力？你要有智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钱人他在赚钱，你会不会发现他的智慧好像跟你不太一样？有没有？有钱人他做好赚钱的而且他能够变本加厉，他只要短几分钟，他就可以让他10块钱变成几百块、几千块，很厉害。我告诉你，那就是能力。可是呢，基督徒我们要的不是这种能力，我们要的能力，我们要靠神得着能力。基督徒靠的是靠神得着能力。
但你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就知啊。腓立比书4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果在世上的人说真的不会理解，而且根本就讲那个慢嘎，神咁真正来帮助我，嘛是来靠我努力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40章29节说：“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曾经跟一些年轻朋友说：“哈，你有没有抽烟？抽一包烟多少？多少钱？100块，贵一点点的120，对不对？好，那你有没有问过？假如说你100块，1个月你就花多少？假设1天1包，3000，对不对？那1年多少？36000，对不对？36000，2年就多少了？72000，72000，2年你就可以买一台机车了呢。你有没有机车？没有，对不对？呀，你知道吗？对我来讲，对，不要留着，把它存下来。靠你自己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圣经里面说靠你自己，你真的没办法，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说要靠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智慧，就是他知道这一些所有的财富都是上帝所赏赐的。你如果没有能力，你如果看过那个残缺的人哈，我告诉你，你就会体会到你喝咖喝酒，逐工伫遐咧食单食饭，佚佗，啊无要做工，不认真不努力，我告诉你，你会浪费好多时间。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社会上也有一句话说，要妥协才能够成功啊，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啊，有没有？好像可以，对不对？好，圣经里面诗篇119篇36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来，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非义之财绝对对你来讲不好啦。我告诉你，待会最后牧师会跟你们讲一个见证，可能有些人有听过。以前我曾经也这样做过，不义之财，我在想怎么样去赚到。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这些东西对你来讲绝对没有帮助。对不起，因为牧师有时间控制，所以我要讲快一点哈。待会我再发问。箴言在16章第8节说，教导我们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哦。你探出这钱哈，你是透过不好的方法，那个义哈，你就把它想说好，不好。形势不好，这代志不好，不 OK， 那你赚了很多钱，这是不好的。那你不如你钱少一点，你来做事正正当当的，好，那我觉得这还比较好。所以圣经里面对，比较安全感，至少在安全心里面呀，至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社会上也会说笑贫不笑娼，注意哦，是笑贫穷人哦，不笑娼哦。用金钱来衡量成功啊！可是基督徒要知道诗篇49篇16到17节说：“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走，他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我觉得这句话鼓励了我很多，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看别人好像很有钱。看别人好像很富足，可是呢，你要告诉自己，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心态上面，神要教导我们，我们不必要为了钱财在那边拼死拼命拼到哪，拼到你都没去做好代志，做上帝爱咱做的代志。所以我们要了解，路加福音12章15节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了。我要告诉各位，这一段话是出自于在圣经里面一个无知的财主了，做喝业的财主哦。好，那这是耶稣做的比喻哦。他说这个无知的财主，他的田地非常出产很多。有一天呢，他出产的东西生产这个农作物太多了，他没地方放，他特别再去盖一个更大的空间来储放这些产物。
上帝就对他说啊：“无知的人啊，无地的人啊，今天晚上如果我要你的生命啊，你的生命今天出去啊，突然间就被车子撞死了。”他说什么？上帝对他说：“你预备的要给谁呀？”所以啊，我要告诉各位，假如你在存钱，你就要先懂得一件事情：你如何先回应神。第二个，你怎么在教导你的孩子？因为你一定会留下财产给你的孩子。你知道，我现在就已经在想，我的父母亲所留给我的，我要怎么留给我的孩子？我要留的是什么 ？No， 我期待，我甚至期待有一天他跟我一样，能够去神学院念书，当一个牧者，当一个牧师，对，去教导人，很好啊。风鸣牧师也期待啊，有一天你能够在众人、很多人的面前分享你的生命怎么改变啊？有没有可能？做空气改变哦，做工地改变很好，做工地改变那是你的生活，但是我说的改变是生命里面的改变。我告诉你，你可能一辈子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大桥教会的礼拜堂里面。如果1年前甚至半年前你没有进到教会来，你有可能会进到教会吗？好，可能就在外面，你在里得位啊，对吧？所以啊，有机会你可以认识到牧师，牧师很高兴哎，我有机会认识你，我也很高兴。所以我们要记得，台湾的首富谁？蔡万霖啊？不是。1987年，蔡万霖他荣获《富比士》杂志公布全球100大富豪排行榜。可是我告诉你，蔡万霖他在过世之前最后一次在2004年榜单中的时候，最后他还是走了。而且我告诉你，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他有2个太太，他所有的后辈子孙都在为了争他的财产。他是金融之父台湾的金融之父就是国泰，很有钱啊。我不晓得，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钱再多，如果他教育传承给他的孩子，并没有带来祝福，只不过带来了法院相见、争财产，请问有好处吗？我觉得没有比较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他死了以后，他带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带走。人就是这样出生，你走的时候，你也是一口人回去啊，不会因为你赚比较多钱，你顶多在你的棺材你要放黄金，你也带不走了。好，几百年后，黄金棺材再被打开的时候，里面还是黄金在那边啊。所以你要记得社会上有人说钱越多越好，没有人会讨厌钱，对不对？情有可原嘛，啊。没钱怎么生活？注意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说钱不重要，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来看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说：贪财啊，贪财啊，贪财。如果你有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恋钱财而背离信仰，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贪财真的会让人因为财跟人的关系产生冲突。之前新闻媒体有一个人因为好像2000还3000块，遇到他的朋友之前欠他的2000块3000块，他拿东西去砍他了。帅，2000块3000块就要取人家的命啊！愁苦嘛，不是吗？你为了2、3千块，你的朋友因为欠你2、3千块，假如我不是说你要来跟我借钱假如有人要跟我借钱，我曾经也这样啊。有人他有需要，如果你有需要，我就帮助你。可是我曾经因为人家这样子，我也付出很多啊，你也拿不回来。如果我是一个贪财的人，我会怎样？我没有信仰，我贪财，因为你欠我，你当时候跟我讲说，你到时候会还给我，我会怎么样？我会去找他我会很生气我告诉你，愁苦
就把自己刺透了。这就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书13章第5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你要为你自己现在所有的感到满足，因为上帝曾经这样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风敏，如果你今天没钱了，有困难、有忧愁、有难过之处，牧师会不会不理你？可是你的旁边的人有没有可能他会不理你？不知道，对不对？感觉好像有可能，对不对？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了。假如有一天你的朋友，因为他都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可是今天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会不会感到很空虚？你会不会感到有可能你的朋友都不理你？有可能啊。上帝告诉我们：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神告诉我们，即使我们不要为了金钱，牧师曾经因为被诈骗20几万了。待会我会跟你讲一句很重要圣经的话，因为圣经的话就是这样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要记得，对基督徒理财的方法是以什么？是以神为中心啊，不是以人啊。我们要把理财当作是荣神、荣耀神，帮助人、荣神益人，就是这种侍奉。所以基督徒，你要荣耀神，你要不要更努力工作？要不要？要啊！基督徒不是说你只靠上帝都不用努力工作呢？不是呢。基督徒是靠上帝来帮助你开路。你今天遇到谁，你要赚钱，我跟你讲哦，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基督徒去到一间餐厅，那一间餐厅感觉好像人越来越多。你不相信对不对？下次牧师要让你们去体会看看。你们要宣告，这一间餐厅因为你进去了，受祝福了。我体会过哦，我时常跟我的太太讲哦，你看，我们进来以后人越来越多，感谢主，我们的生命是祝福人的，真的哦，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哦。而且我因此而感受到，我更要把我的生命摆放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塑造我，塑造我的生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诶，风鸣他说什么？他说阿们呢？我要告诉你，假如你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上帝会不会赐给你更多？会不会？传福音不就是要有影响力的人吗？所以我觉得荣神益人是一个很好的一句话，对基督徒要时常放在心里面，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透过理财，透过我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领受更多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记得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他这样说，他说：若是敬钱，其实不是我讲台语哦，其实敬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啊。好，所以我们要记得哈，这个圣经我应该要用完整的哈，那没关系，牧师可能没有用完整哈，让大家看，应该是提摩太前书第6章6到10节。好，那圣经里面在第6章第10节里面说，敬钱要加上知足就是大利了。也就是说，一个荣耀上帝的基督徒，在金钱上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敬钱还要有知足的心。所以有人有知足的心，可是他不敬钱，懂我意思吗？你问他说你知不知足？有啊，我知足啊，我只不过是刚好心情不好，我就花多一点钱。好，我觉得他不敬钱，他为了他的生活在那边烦恼，他不敬钱。敬钱要加上知足才是大利。台语讲敬钱兼知足啊，就是大利路啦。大利路是啥？你行的路拢足顺利哦，受祝福的哦。有，你说也有人不顺利的。我告诉你，假如你试看看，你敬畏耶和华，敬畏上帝，认识这位神，我敢跟你保证，你会再加上知足的心。也会有困难的时候，没有错，但是我跟你讲，你的路会不一样。
好 ，OK。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既然知足，圣经里面说这个知足啊，有一个人他这样子分享啊，他说这个知足啊，不是指经济条件上的足够，而是什么？属灵的心境。好，他也指到说，这个知足不是指账簿的收支，而是什么？是心意的满足。好，在现实面是心意的满足。所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在莎士比亚曾经，在一本剧中他曾经分享到，当皇帝他到了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地方在游玩的时候他和两个在看守猎物的人遇到了就上前去介绍自己说我是皇帝好这个皇帝呢，他就跟他分享完了以后这其中有一个人，一个打猎的人就问他说：“皇帝啊，那你说自己是皇帝吗？请问一下你的皇冠在哪里啊？看不太出来，你看起来不像皇帝呢。你知道吗？这个皇帝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皇冠放在我的心中，不是戴在头顶上。我的皇冠没有钻石和印度宝石相似。我的皇冠别人看不到，因为他的名字是知足。我的皇冠也是很少皇帝会喜欢的。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对金钱、对财富不是那么的重要一样，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心就像是我们所看到这位皇帝所说的，财富、恩典、祝福都是神所赏赐。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坚定的信心跟随主，主自然为我们预备的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可能是最了解神如何预备的一位神的长者，对不对？我们所认识的一位长者，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我们叫他说什么？信心之父，我们称呼他是信心之父。创世纪22章14节，亚伯拉罕他给了一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他注解说，耶和华以勒叫做耶和华上帝，他必定会预备的。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会为你预备。好，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上帝怎么为你预备？亚伯拉罕他遵照上帝给他的指示，必须要献他的长子，对不对？当他要献他的孩子以撒的时候，他去到那个地方，准备要献祭，拿起刀准备要把他的儿子杀的时候，有一个使者，天上有一个声音说：“掐蛋嘞，懂嘞，唔通个抬啦，不要杀他了。”亚伯拉罕他就说很讶异啊，说我照着你的方式啊，可是使者告诉他不用，不需要，因为你的心意我知道了。可是亚伯拉罕他还是要献祭，对不对？他怎么献祭？我现在这边马伯上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献啊。竟然旁边就有一个什么？刚好有一只公牛，公羊还公牛？公羊，我说错，公羊。他就发现，好奇妙啊！我心里面想要奉献，我想要把我的儿子，竟然使者来告诉我，不行，不用。我要奉献的地方，我要献的产物，上帝还预备了，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叫做什么？耶和华以勒。所以我要告诉你，神会为你预备，只要你预备，只要你把你的心预备好。所以我刚刚要你说，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会为你预备，上帝会为你预备。可是你还要跟他讲，你要有行动，你要有行动哦。你的行动是什么？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遵照他的指示。因为亚伯拉罕有没有遵照上帝的指示？有没有？你要奉献，你要预备好。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不会预备，你也不懂得奉献，我要告诉你，你真的没有办法感受到什么是上帝的赏赐。今年我们教会牧师比较少出去外面募款，对不对？因为我们台南中会的教会都差不多已经，我都去过了。那第一个影响到就是我们大桥教会的还款，我们的还款700多万，
所以我不要看我们好像用的东西都很好呢，我们还欠钱呢。牧师是第一个，因为我是管理者，我必须要为这件事情常常祷告，常常在带领大家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我就在想，今年主啊，我们钱不太够，好像很多教会也没有让我们去，那怎么办？我们资金怎么来？当我去到有一间教会，当我传讲信息完，有一个姐妹跑到我旁边，她告诉我说：“牧师，这一张支票要为你们教会奉献，我们还要每个月为你们教会奉献。”我看到那一张，我以为是10万，看了以后100万。我的心里面感受是什么？我的心里面感触不是这个钱的多寡，真的，我的心的感触是什么？是因为我清楚知道，我跟他们分享的这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是马太福音6章21节，耶稣说的话。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10年前、14年前，我曾经，我妈妈、我的家人期待我把这一笔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教会。我跟我妈讲说：“妈，我知道了，可是那一间教会、那些教会都有医生。”看他们奉献都不太够，看他们都好像没在奉献，所以我一直把那笔钱放在我身边。我讲这句话的原因有没有像耶稣所讲的？不是，像耶稣讲的反面。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才在哪里，不是吗？我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说，跟你旁边的人说，手边的钱你带不走。真的你带不走。我跟大家分享，后来我得到有一个诈骗集团，他跟我讲说：“吴先生，你是不是在网络上买了300多块的东西？我们没有收到款项。”我后来是真的，那个时候我刚车祸完没多久，我真的去操作了。我操作完那些钱全部都没了。我的心在哪里，我的财宝才在那里啊。可是当我们学习像耶稣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愿意把钱拿到教会里面，把它放下去奉献，是因为我们的财宝在教会，是在上帝国度里面，我们的心就是在那里面。所以基督徒的奉献，除了感谢神，更重要的是，那是我们的心也跟随着上帝期待我们做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期待在我们生命里面，神要塑造我们的生命，不要因为金钱关这一关过不了，而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你期不期待你的生命成长？期待，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期待。这个礼拜我们去上了一堂课，那个牧师他跟我们分享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生命的养成要从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原料，就好像现在这个风敏还有这个承恩，是不是？对不对？承恩对不对？好，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现在是原料了，还没有被加工过的啦。可是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要慢慢的在教会里面，当你听到一个好消息、好的概念，好像可以可能你现在可能没办法接受也没关系，但是它会成为你的生命，会从原料慢慢它成为半成品。我们的生命也要成为半成品当中进到成品的概念。什么是成品？成品就是完成了，好像可以出去了。可是我觉得出去还会有一些问题。我们出去做事情，我们要影响别人，好像有点困难，因为我们还不是精品，懂吗？所以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们谈到他们的教会在建造，是要建造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从原料半成品到成品到精品。期待我们的生命都能够从原料半成品到成品到精品。不知道你在属于哪一个阶段，但我相信我相信只要你愿意，神就要加倍的祝福在你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不仅有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有金钱的关系跟概念。这个关系跟概念是要从你而来得着，从你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
仰望神，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学习倚靠神，凡事都能。谢谢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在神你的面前，不仅有委身顺服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在生命还活着的时候，有一口气在的时候，能够愿意去跟人家分享主的福音在我们生命所带给我们生命的产业、生命的祝福、生命的恩典，让更多的人来领受这份属灵的祝福，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因此而得蒙神更多的恩典。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领受这份祝福的时候，也是神你所交付我们使命的工作，将福音带给需要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没有白白的来走这一趟。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恳求，愿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同一时间，也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愿主赐福大家。